美国对中国涉维吾尔问题高官启动制裁措施后，中国也于本周一宣布了对等反制措施。中方宣布，从即日起，对美国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马克·鲁比欧、美国政府国际宗教无任所大使山姆·布朗巴克、美国众议员克鲁斯·史密斯以及美国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实施相应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周一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有关美国制裁中国高级官员的问题时表示，美方上述行径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损坏中美关系。他表示，中方将根据形势发展做出进一步反应。不过，这位发言人没有说明相应制裁的具体内容。上周五，华盛顿宣布对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成员国在内的4名负责镇压维吾尔人的高级官员以及一个新疆政府部门实施制裁。制裁措施包括冻结在美资产、禁止入境美国以及不得与美国公司有贸易来往等。代表两党两院的美国国会以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2位共同主席星期五发表声明，对美国依据《全球马格尼欠级人权问责法》制裁在东突厥散涉及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表示欢迎。中国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众议员麦戈文与共同主席、共和党参议员鲁比欧在声明中说，宣布的制裁是重要的，而且早就该实施，我们对此表示欢迎。与此同时，这些制裁不应成为解决世界上一个最严重的人权状况而采取的最后行动。声明还表示，美国在世界各地的伙伴和盟友需要采取类似行动，继续为遭受大规模拘留、强迫行动、强迫劳动、强迫绝育以及被迫放弃信仰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少数族裔而共同努力。目前，美国参众两院70多名议员督促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散犯下的包括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在内的残暴罪行作出正式认定，并对实施他们所说的这些令人发指的政策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美国媒体透露，中国和伊朗低调地撰写了一份长达18页的合作协议，包括在经济、军事和通讯全面合作。中国将动用4000亿美元，分25年在伊朗投资近100个项目，并会建设5G 网络和联合军演。作为回报，协议签署后，中方将获得由伊朗提供的在未来25年伊朗石油的低价和惯常供应。美国《纽约时报》只从有份草拟协定的人手上取得今年6月所定的18页最后版本。知情人士称，中国预计在未来25年中向伊朗投资4000亿美元，这或将导致更多的中国公司遭受美国的制裁。报道指，协定内容包括近100项基建项目，包括中方帮助在伊朗建筑机场、高铁、地铁，以帮助数百万计伊朗民众的民生等。协议还详述，伊朗和中国将如何深化军事合作，包括联合军事训练和演习，联手研发武器和分享情报。协议还包括中方帮助伊朗建设5G 通讯网络的基础设施，向伊方提供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以及加强网络空间管理和监控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继续保持同步协调，维护地区和平、安全和稳定达成共识。据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13日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叙利亚和利比亚局势等问题。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普京和埃尔多安在通话中高度评价两国国防部为稳定叙利亚伊德利卜省和东北部局势所做的努力，强调加强合作解决叙利亚问题的重要性。在利比亚问题上，两国总统重申必须尽快结束利比亚武装冲突，并在利比亚问题柏林峰会相关决定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基础上恢复利比亚内部对话。双方同意就此共同加强政治外交努力。
联合国5家机构今天共同发布的最新全球食品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对一些国家进行了关键的数据更新，使得对全球饥饿人数的估值显著减少至 6.9 亿人。这份报告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农发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与世界卫生组织共同编制，旨在追踪全球在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领域的进展。报告指出，2019年全球有近 6.9 亿人陷入饥饿，比2018年多出1000万。此外，今年还有多达 1.3 亿人可能因武汉疫情而陷入长期饥饿。报告显示，亚洲仍是饥饿人口最大的大洲，共有 3.80 亿人食不果腹。非洲以 2.5 亿人紧随其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则为4800万。